很被熏了。好了，他们还有带来最后一首歌，然后也是一个很巧妙的安排，有那个有才艺表演哦，一样那个原住民的萨克斯风拿出来，笛子拿出来，有2个哦，一个是达赖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冠伦，吹笛子啊，我们试试看哦，这样子结合，然后又有乐团，又有原住民的吟唱，然后又有笛子，又有吉他，这样。成不成立这样的音乐啊？我觉得原住民哦，不是原始人哦，我们也是活在当下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活在当下的青年，他是活在当下的少年，还有更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跟以前的原住民不一样哦，我们一样也会吃麦当劳啊、汉堡啊，但是我们有更多的选择，我们还可以回去选择我们自己想吃的席烙啊、打毒羹啊。然后，当然这个东西好像大家都不知道，你们知道打毒羹吗？这是原住民阿美族最厉害的野菜，配泡面、配排骨、配小鱼干都可以。这食物而且随处都有。可是你们都会把它当杂草来看待。以后不要乱喷农药，喷到我们的菜了。我们都是杂草长大的，很有机健康。好，来那个，当然就是唱这首歌《奇异的妇人》，然后也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。然后为了要纪念一个很有大爱的老人家，就是他们为部落里面祈求下雨，奇异的妇人献给各位。